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外賣平台這些電商平台。昨天媒體報道這個速賣通在歐盟被罰了5.5億歐元，是馬斯克那個 X 平台的好幾倍罰款。這個事情網上還正在討論呢，結果我又看到又一家平台在美國被罰。這是哪家平台呢？叫熊貓外賣。這個熊貓外賣實際上跟美團是一樣它只不過它總部是在英國，是專門面向華人的，各國華人，比如說歐洲的、美國的、加拿大的、澳大利亞的各國華人一款類似于美团這樣的外賣平台，全球最大的專注於海外華人及中餐愛好者的本地生活與在線外賣服務平台。那麼就相當於海外版的美團或者餓了麼，但是它跟美团餓了麼有沒有關係我不太清楚那背後的資本和技術那肯定是華人那麼今天我也看到一篇文章，叫熊貓外賣被罰，把國內那套剝削邏輯搬去了紐約。熊貓外賣2次栽在紐約，罰的是錢，撕開的是整套複製粘貼的剝削邏輯。文章說熊貓外賣這次在紐約栽的跟頭一點都不冤，而且這已經是他半年內第2次栽了。有網友說還是西藥見效快，西醫療法見效更快。文章說先把這次的事說清楚。紐約市政府發布的執法聲明顯示，熊貓外賣在2022年到2024年這2年多的時間裡，通過一套相當講究的話術，系統性突破了紐約市對第三方外送平台的收費上限。按照當地規定，平台向餐廳收取的配送服務費上限是 15%， 營銷推廣類的額外收費上限是 5%， 兩條線卡得很清楚。但熊貓外賣沒有老老實實按這2條線收錢，而是把配送費和營銷費打包合併，統一包裝成一個模糊的服務費，再把那超收的那部分 money 分別塞進促銷扣除和推廣扣減，這樣聽起來無害，實際根本說不清道不明的名目裡，餐廳老闆拿到賬單壓根兒算不清楚自己到底被多扣了多少錢。這不是疏忽，這是設計。你看跟國內的外賣平台一樣，對吧？上扣商家，下坑消費者，中間還要盤剝外賣小哥，不就這麼玩法嗎？那這個熊貓外賣是不是呢？我們看文章介紹他說查實之後受害商戶超過380家，幾乎清一色是華人或亞裔開的中餐館。最終和解結果是，熊貓外賣要向這380多家餐廳賠償58萬美元，平均每家1500美元左右，再向紐約市政府繳納近29.4萬美元的行政罰款，兩項加起來超過87萬美元。這個我說美國不行吧？我經常在節目裡面就直接公開一針見血，毫不留情的就批評美國。這美國的這個確實在走下坡路政策你看他這是什麼政策他居然罰款讓商家讓平台向商家退款，你哪能這麼罰呢？應該是對吧？罰己莫己，對吧？你罰他29.4萬美元，然後再沒收他58萬美元。他這個就是你看罰29萬美元，然後他這個熊貓外賣向商家退58萬美元，這58萬美元不就是2個29萬嗎？這就是罰2莫1，那就是29萬美元給這個行政法官給政府了，對吧？這種一般的像咱們這都是政府拿走了嘛，罰1莫2，對吧？莫1罰2，對吧？沒收1倍，罰2倍，都是政府拿走。那這樣大頭錢就多了，對吧？政府錢多了就好辦事。那美國的就不行，那麼美國它是政府拿走自己該拿的1，然後呢没收的1，罚2呢，罚2给商家，讓平台退给商家。你这个
你這個就太落後了啊，對吧？你這樣的搞，國家怎麼可能富起來呢？國家不可能富強啊！你這麼搞的話，你那個美元債那個債務越来越多，到时候利息都付不起了，对吧？所以说我对美國是非常擔憂的啊！你把這些錢，你應該交給大頭，交給大頭啊！這樣的話，美債不是少一點嗎？你這樣對吧？就長此以往，美債就下去了，對吧？這就是成功的化債。哎，但是美國政府他就腦筋轉不過彎，把這個錢給那些商戶給分了，那是造孽呀！白花花的銀子就這麼分掉了。所以我說美國政府它不行，美國它就是走下坡路啊，這個不接受任何反駁，它就是在走下坡路啊，沒治了啊。這個特朗普一天到晚的處心積慮的在這兒搞點錢，那兒搞點錢，這兒收關稅啊，那兒收關稅，你這樣你這個錢你不要，對吧？白花花的银子給下面这些人，給這些商家分了，你這不是造孽嗎？這不是暴殄天物啊！所以我一直說，對吧？我是建議美國啊，西方要派代表團到中國深入學習，虛心一點，對吧？你看咱们那個，對吧？紅綠市場那建國部門罰款是吧？一罰就是那罰一沒二，一罰10個億，那10個億從來說啊，沒二那部分從來沒說，哎，把這個給那些啊。金融消費者受害的人給他賠一賠，沒聽說過吧？你說美國人真叫軸啊，那個腦子他就轉不過來。哎，好不容易罰了58萬美元，還給每個商家退1500，你說對吧？所以說我這個我就看不了這個啊，所以每次一看見我就批評啊。這文章說啊，而這已經不是熊貓外賣第一次在紐約被摁在地上摩擦了。就在今年年初，同一個平台還因為壓榨騎手薪資和 Uber 飯團外賣一起被紐約市政府查處。核查發現，熊貓外賣付給騎手的實際時薪遠遠低於紐約規定的最低時薪標準17.96美元，最終被判向超過1000名騎手賠償超過106.8萬美元，平均每一人1000美元以上，另外再繳納10萬美元的行政罰款。你說你看又搞這一套，罰款10萬，哎，紐約政府拿了，還有107萬拿去分了，給那些騎手分。你說這不是？所以說啊，你看美國到處是缺錢，政府缺錢，紐約市政府也缺錢，你活該缺錢啊，活該缺錢啊！你把錢發給騎手幹啥？你發給他們。對吧？不就吃喝嫖賭沒了嗎？被爆出了一個具體案例是，有一個騎手啊，平均每周工作43個小時，折算下來時薪只有7.84美元，連法定最低時薪的一半都不到，最後拿到了1.3萬美元的補償，真是可惜了這1.3萬美元了。跟熊貓外賣一起被查的還有飯團等海外華人外賣平台。幾家平台合計要向大約5萬名騎手賠付500萬美元，這是搜狐報道的啊。兩筆賬放一起看，才看得出這家平台真實畫像：一邊從商戶身上扣佣金，一邊從騎手身上扣時薪，而且扣的基本都不是外人，是自己人。華人餐館老板和很多本身就是留學生兼職的華人騎手，這沒關係啊。這個咱對吧？這是優良傳統啊，自己人坑自己人，對吧？他坑到國外去了，到了國外還是自己人坑自己人，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是吧？這個發揚光大，在國內坑的就是自己人，哎，到了國外坑的還是自己人，是不是只有自己人才吃這一套，對吧？那外國人白人他不吃這一套，所以不好坑。第二個是熊貓外賣過去幾年被講成一個挺勵志的出海故事，創始人劉科祿是安徽阜陽人，95後，本科在寧波諾丁漢大學讀的，後來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念研究生。他在英國留學的時候發現，當地外賣平台對華人極不友好，菜單全是英文，幾乎看不到中餐，更別提用微信支付寶下單了。不少中餐館到現在還得靠一個個打電話接單。劉科祿看準了這個缺口，拉着幾個同學攢了軟件，組了騎手隊，創立熊貓外賣，
主打就是海外華人中餐外賣生意，這個切口選得很準。華人出國前基本都被國內的外賣平台養出了點外賣的習慣，對這種服務接受度天然就高。再加上海外中餐供給本就稀薄，當地平台又完全不懂中文語境的這些細節，熊貓外賣很快就在英國跑出規模，接着一路鋪到澳大利亞、美國等10幾個國家，上百座城市，如今號稱年交易額突破10億美元，成了海外中餐外賣領域頭部玩家啊！問題就出在複製這2個字上。熊貓外賣的產品邏輯、運營節奏，基本是把國內外賣平台那一套一整套體驗，原封不動的搬到了海外，全中文菜单，微信、支付寶一键下單，免注冊，確實解決了華人在海外吃飯不自由的真實痛點。可一個平台把國內的打法整套複製過去，複製過來的往往不只是產品體驗和效率，還有那些在國內市場已經被默許甚至見怪不怪的抽成套路和扣費模糊化操作。這些操作放在國內，頂多被消費者和商家吐槽2句，被平台用幾句公關話糊弄過去。可放到紐約這種針對第三方外送平台有專門立法、專門監管部門盯着的地方，就直接撞上了明明白白寫在紙面上的紅線。說的再直白一點，這不是水土不服，這是把一套本該被約束，只是在國內暫時沒有被系統性糾正的商業模式，原封不動地套用在了一群語言不通、維權渠道有限，還天然帶着人一人就過去心態的華人商戶和華人騎手身上。我說嘛，那白人他不吃你這一套啊，那只有咱們，對吧，才吃这一套啊。某種程度上，平台可能正是算準了这個群體舉報和維權的概率相對更低，才敢把手伸得這麼深這麼久，從2022年一直到2024年，整整2年多。很多人呢看到這條新聞，第一反應是拍手稱快，說活該海外監管真的嚴。這話說的沒錯，但如果只停留在情緒層面鼓掌，其實把這件事裡面最值得琢磨的東西給漏掉了。紐約這次處理熊貓外賣有2個設計邏輯值得拿出來單獨說說。第一個邏輯是罰款的去向分配，就是我剛才說的啊。實際上這個作者他還是格局比較低啊，認知比較低。為什麼呢？不是我批評他啊，對吧？這個恰恰是美國它落後的原因呢。美國在走下坡路的原因是吧？罰款的分配去向這次針對商戶87萬美元裡58萬直接賠給了受害的300多家餐廳，29萬作為行政罰款進了政府的口袋，就是通常我們所說的莫一罰二，莫一進了政府口袋，罰二給了賠給了受害者。那受害者不僅得到賠償，損失回來還賠了1倍，大家能理解這事嗎？這個邏輯，美國人你別看他數學不好，他這個好像是不是符合某種公平啊？就是你是商戶，你是受害者，好，你比如說你損失了10塊，這10塊給你了，完了之後還再補你10塊，不是2嗎？對吧？政府也罰他10塊，30塊，這個平台掏30出來，就這意思。那商戶就覺得好啊，你坑我100塊。對吧？你不僅把這100塊還給我，你還得賠我100塊，誰呀？由政府來做主，對吧？我都不用管，政府來處理。這個我跟你說，這玩意就是糖衣炮彈，乍一看還挺好，是吧？但是你要這麼搞的話，那些商戶誰還能努力，對吧？去工作呢？那些商戶還能做出更好的飯嗎？還能每天沒日沒夜的去幹活嗎？他輕鬆就這麼樣損失回來，完了之後還能1倍賠償？是會不會把商戶給慣壞了？美國人不想一想嗎？針對騎手的106.8萬美元裡面，絕大部分同樣是直接賠給了1000多名騎手，只有約10萬美元交給了政府。換句話說監管第一目標從來不是把這筆錢變成政府的一筆額外財政收入，而是把平台多拿走的錢盡可能原路吐返給被坑的那些具體的人。
行政罰款是有的，但它是附加懲罰，從來不是主菜，這個值得咱們深思啊。因為如果啊這個罰款都進了，對吧？大頭，那大頭會不會養成一種，對吧？就是縱容他去犯錯，對吧？犯完錯之後，他去收割韭菜，收割完之後，大頭一把把他加倍收割過來，那韭菜還是受害者，然後这個收割的這個人呢也是受害者，最後誰得利呢？誰得利？大頭唄。實際上大頭得了利，那個錢給誰了呢？還是給加頭老師這樣的人，對吧？處心積慮的把錢背走了。哎，你看這一套邏輯還是，對吧？完了之後他又變成綠票子到美國買小房子去了。哎，這就是韭菜啊牛馬為什麼覺得累的原因啊！你要把這個基本的原理搞清楚啊。那你說為什麼，對吧？美帝的那些人他就沒那麼累，對不對？他就沒有人人都長着一副苦瓜臉，那為什麼？因為他沒有那麼累，他活着沒有那麼累，是吧？那當然了，我們還是得從正向說啊，因为正因為美國人活着不累，所以美國在走下坡路啊，对吧？一直在走下坡路啊。第二個邏輯更值得琢磨，賠付的對象認定方式不是誰舉報誰受益，而是只要核實存在普遍性、系統性的規則違規，所有受損的從業者都能自動拿到補償。這意味着監管方從頭到尾不是被動坐着等一個個商戶或騎手主動站出來舉報、維權、打官司，而是主動去核查平台整體的收費機制和薪酬結構。一旦確認某種扣費方式或薪資算法本身就是系統性設計出來的多收錢少罰錢，那麼被這套機制覆蓋到的每一個人，不管他自己有沒有意識到被坑，有沒有精力去舉報，有沒有留證據打官司，都會被自動納入賠付名單。這個我也不認同啊，我是最不認同這種的，因為你這麼搞法，實際上就是在，對吧？養懶人嘛，養懶人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被騙了，對吧？被害了，完了之後你還給他賠錢，那你這，對吧？你這錢不是，對吧？糟蹋了嗎？啊，你這樣的話，你會讓美國人啊越來越懶，不勤勞啊。這兩條加一起，才是這次處罰真正帶刺兒的地方。它不是罰一筆錢意思意思，殺雞儆猴，而是讓平台徹底明白一件事：只要你的收費機制或者薪酬結構本身是設計來系統性揩油的，哪怕99%的受害者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被多扣了錢，壓低了工資，監管照樣能把這筆錢這筆賬翻出來，而且是連本帶利的吐還給他們。這套邏輯本質上是把舉證責任和維權成本從天然處於弱勢的單個商戶、單個騎手身上，轉移到了監管機構和平台身上。你的商業模式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和維權成本高企之上，那你就該為這套模式帶來的系統性後果一次性的全額的買單。這個東西表面上看啊，乍一看是挺好的，非常公平，非常合理，但是啊，它恰恰是一個社會，對吧？走向沒落啊，走向腐朽，這個也根本原因，因為他們都是在養懶漢啊。你這種打官司這事，你得讓他自己去舉證啊，讓騎手自己去，對吧？去截屏，自己去取證，完了自己找律師去告啊。你這平台代勞的時候，或者監管代勞了，那你，對吧？那你這騎手怎麼成長呢？對吧？那騎手怎麼學到知識呢？環球時報說了，對不對？那騎手很多骑手人家是愛好特長，這個送外賣，人家也沒打算靠這個賺錢，是吧？或者說人家是願意的，对吧？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那你監管跑去管這閒事幹什麼呢？是吧？人家愛好什麼意思啊？愛好就是你情我願，我願意，我願意讓平台多賺一點，對吧？有大愛，献愛心，不行嗎？所以說這個美國它就是多管閒事啊，它有的時候就是這就是不對的啊。這樣下去你國家怎麼發展呢？對吧？大頭哪有錢呢？所以怪不得美國的那個外債是越滾越多啊，美債，對不對？明明有賺錢的路子他不走，对吧？把这些錢你賠給這些受害者，那受害者有什麼好賠的呢？文章說啊，這件事跟該不該心疼一家中國背景的出海平台沒有任何關係。
網上一部分把這次處罰簡化成中國人在海外被欺負，或者又一個中國平台給國人抹黑了的情緒對立，其實都跑偏了方向。熊貓外賣這次被罰，跟創始人是不是中國人，服務的是不是華人客群沒有半點關係。他被罰的唯一原因是他用一套精心設計的模糊收費機制，系統性的從合作商戶身上多拿了不該拿的錢，又用壓低骑手時薪的方式省下了不該省的成本。這套邏輯擺在任何國籍、任何背景的平台身上，只要事實成立，面對的都會是同樣處罰，一分不會多，一分也不會少。這個文章啊，我是對作者這個說法是持一個謹慎態度，要警惕啊，對吧？这些思想啊，它都在侵蚀、腐蚀我們的，对吧？我們的正能量，千萬不要轻信啊，偏聽偏信。我倒是建議啊，這個熊貓外賣是吧？如果在美國、在歐洲、在澳大利亞，如果受到這種不平等待遇、這種歧視，我建議不要給外國人提供服務，你就回國。為什麼把這麼好的服務要帶給外國人呢？是不是？你回國，在國內，是不是？這個美西方這個國家，刁難咱們的平台，我們就應該拿出應有的態度，是吧？你刁難我，不給你服務了，我回國，我為國人服務。你比如說速賣通，这不就是阿里的嗎？對吧？也是歐盟啊，就無端刁難，罰了5.5億歐元。你不罰商家，對不對？那上面都是那些賣家在賣假貨，賣那些什麼假的化妝品，那個塑料玩具，是吧？那些啊，你不罰那賣家，你罰平台，對吧？在我們這兒啊，對吧？平台跟監管是一夥的，對不对？人家平台到了歐盟，人家也認為跟政府是跟歐盟跟政府跟監管是一夥的，對不對？結果你好嘛，你上來幹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你專可着平台薅，你倒是罰那些賣家呀，是他們在賣假貨啊。所以你看，我們政府啊，立馬啊義正言辭。我今天看了一個新聞啊，這是俄羅斯媒體報道的啊，一看這俄羅斯人就是幸災樂禍啊，拱火澆油啊。他說，中國商務部批評法國立法遏制超快時尚電商。這周三啊，中國商務部警告稱，針對法國一項旨在遏制快時尚興起的法律，中方可能採取報復措施。中方抨擊該法規具有歧視性，且違反了貿易原則。法國國會6月29日通過了有關法案，定於9月1日起對批量生產的紡織品按件徵費，並禁止超快時尚品牌打廣告做宣傳。其針對象包括你剛才說的什麼快時尚、超快時尚，咱也不知道啊。但是他下面說的公司平台，這法國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啊。對象包括詩音、特姆和速賣通等主要發源於中國的電商平台。法國方面稱，這項法案旨在遏制快時尚產業對環境造成的污染。那在我們這兒，對不對？我們都沒有污染，在你們法國怎麼就有污染了呢？同時約束以低價商品席捲歐洲市場的中國電商巨頭，這些超快時尚企業以極低價格大量銷售低質量服裝，同時也加劇了紡織業造成的污染。該行業是室溫氣體主要排放源之一。你看人家原因是這個啊，你大量的那個劣質的服裝。這個我想啊，大家在抖音上面一刷那個衣服，抖音上面都是幾塊錢一件的，不光抖音啊，大量的電商還有線下實體店都是的。法國人認為那是垃圾，你拿着賣，是吧？加劇了紡織業造成的污染。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稱，該法律打着制定所謂環保和可持續發展標準的幌子，實則實施排他性措施，涉嫌違反世貿組織非歧視性原則，已構成了對華貿易壁壘。最近啊，对吧？這些年很多中國企業出海之後，在國外啊就遭到了巨額罰款。那個速賣通、詩音、特姆都有，是吧？這個罰款大家一搜這新聞就有。
在法國啊，在歐洲，在匈牙利是吧，都罰款。我想起去年是吧，有某家4家啊，整車新能源汽車廠商4家，哎，他把在国內那一套玩法，就是那个電池啊，你必須找那個 4S 店修，其他的第三方修理廠不能修，一修的吧，在國內你要修的話，你可能還坐牢。但是他把這一套也完美的複製到澳大利亞去了，結果人家澳大利亞人可不管你這一套啊，不吃這一套啊，上來就罰款多少啊？幾千萬是吧？上億的，上來就罰款。實際上說明什麼呢？說明很多企業啊，把在國內行之有效的那一套方式方法，對吧？把針對國內消費者啊開發的這一套這個說辭和這一套打法，坑蒙拐騙是吧？他完美的複製到國外去了，結果國外人家不慣這毛病，你說這叫什麼事？這就像那個印度是吧？印度前一陣子咱們節目介紹的印度做空在美國上市的那個2個券商，對吧？那2個券商，他就是負責把印度的那些賭徒啊，引到這個印度之外去賭博，叫非法展業是吧？那2個券商，然後印度7部門聯合要這個重罰那2個中介券商，結果呢，這消息走漏了，對吧？然後這兩個中介不是在美國上市的嗎？好，有人就跑到美國去做空這2隻股票，結果美國人家也不慣着，直接啊，對吧？把這所有的賬戶，你的上面的錢，所有的財產給它凍結，完了之後開始查，而且這個做空的啊，那對手盤不是做多嗎？做多了人家告啊，人家告什麼呢？就像剛才文章介紹的一樣，人家告也不知道告誰，沒有任何信息，人家就是跑到法院控告那些做空的啊，這個股票做空的人懷疑他們是內幕消息、內幕交易。好，剩下的交給法院了啊，人法院直接讓那些券商啊，對吧？趕緊把材料交出來，在哪個時間段啊做空的，統統都算，賬戶一個個的查封凍結，完了之後再開始審理你們，對吧？做空的你們自己舉證。但是我做節目說了啊，那都是印度人把在印度行之有效的那一套方式，他挪到美國去了，人美國人不吃你這一套啊。你在印度是叫只手遮天，想怎麼幹怎麼幹，想怎麼坑蒙拐騙怎麼坑蒙拐騙，想怎麼割韭菜怎麼割，對吧？那韭菜一點皮都沒有，韭菜就是欲哭無淚，對吧？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然後韭菜還落一個恥笑，被人恥笑啊，割了遍體鱗傷，最後人家還笑話他智商不高，活該，都這麼玩，結果玩脫了，對不對？他以為美國也可以這麼玩。他以為他的這個法律啊，魔法，他的這個手可以伸到美國去，是吧？他以為美國也歸他管，他就是這種產生了錯覺，長期的這種權力的傲慢呢，長期的這種傲慢，他養成了一種，對吧？這種目空一切，然後他誤以為美國也是這樣，哎，美國他也搞得定，所以跑到美國去做空，內幕交易，結果美國人可不吃這一套啊，直接把你全部沒收。你賺的錢白賺了，完了還有罰款，後面還有罰款呢，是吧？你看，按照這個熊貓電商這個發法，這是什麼？這就是我們很多中國人啊，平台也是外賣平台是吧？這個電商平台也是，把在中國針對中國消費者設計的那一套，他放到外國人身上，中國的消費者拿你沒辦法，對不對？沒轍，但是人外國人可不慣這毛病，人家輪不着消費者去告。人家監管直接就上手，所以我們一直說啊，這個在我們這兒，對吧？什麼假冒偽劣、剽竊啊，這個抄襲，對吧？這個豬肉冒充牛肉，鴨肉冒充羊肉，對吧？各種搞法啊。那個塑料，你知道嗎？小孩玩的玩具，大家千萬不要圖便宜買，你要麼就不買，我這個塑料玩具要麼不買，要買就買進口的，真的是這樣啊！因為你不知道那個塑料玩具是什麼東西回收的，它有可能是拖鞋，有可能是醫療垃圾啊，回收的，打成顆粒，完了之後再去注塑啊，把它變成塑料，然後再變成塑料玩具，那小孩拿着嘴裡啃，你去翻一翻啊，你去看看這樣的央視報道的很多啊，
對吧？這樣的報道你去看，恨不得1年的好幾次。醫療垃圾，對不對？最後把它打成塑料顆粒，有白色的，有黑色的，你要什麼顏色的給你染，對吧？那顆粒多少錢一吨？完了之後你如果說你講點良心的，你如果還有一點點良心，那你把這種顆粒跟那個好的顆粒混在一起，对吧？1:1的对比，或者是1:2，或者是2:1，這個幾比幾，那純粹看你怎麼控制成本，對吧？你想讓成本更低，價格更低，那你就1:1的对，对吧？甚至1:2，就一份好的颗粒塑料对2份医療垃圾，這就算，對吧？正常的。那更狠的是1份正常的給你对4份醫療垃圾，那這叫黑心的，是吧？有的甚至乾脆就全是醫療垃圾，对不对？沒有正常顆粒啊，醫療垃圾做給你小孩玩，塑料玩具嘛，這怎麼整呢？沒辦法，是吧？解決不了。我們很多人怎麼說呢？就是配得上這份待遇。你看他善惡不分呢，得正義他分不清楚，把盜版呢什麼剽竊啊，他不覺得那叫剽竊，盜版也不叫盜版，那他怎麼配不上這份待遇呢？太能配得上了，是吧？正好匹配的嘛，相匹配。再加上監管不管，是不是？刚才我們已經說過了啊，监管為什麼不管呢？因為這不就是放水養魚嗎？對吧？這叫什麼？叫擁兵自重，是吧？印度有的地方有的警察局下面手上控着多少个，对吧？线人，那個線人就是比如妓女，他們之間有合作，哎，那個等到缺錢了啊，印度的警察局缺錢或者缺案子或者什麼的，要完成指標，對吧？要完成獎金，好，那妓女就上街去做生意，完了之後就那邊警察就知道了，就上去，對吧？一舉擒獲，罰款5000盧比，類似這種類似多了啊，類似。印度還有個孟買的吧，我記得有個新聞報道，這是治安警察抓嫖娼的這印度還有缉毒的警察也這麼整，你說多嚇人吧？缉毒警察，然後這個我記得有個新聞是印度孟買好像，然後這個缉毒警察為了完成 KPI， 對吧？也通過線人，用線人去引誘一些未成年小孩在賓館裡面，對吧？吸食那些東西，違禁品然後警察也是破門而入，一舉擒獲，人贓俱獲。後來這事被報道出來了，是吧？我說這什麼意思啊？你看美帝，對吧？是把錢沒收罰了之後，主要是賠償受害者，對吧？但是如果你是把這錢全部拿到大頭，那這個性質就全變了，那就變成什麼？變成，對吧？你縱容小偷這些壞人去幹壞事，幹完壞事把他一抓住這個罰款，罰幾沒幾，變成，對吧？叫罰沒收入，罰沒收入蹭蹭往上漲，是吧？這個賣地收入不行了，罰沒收入飆升。所以你看那個美帝，它這確實不行啊。美帝那個，我一看到那個美帝的債務，你說你這麼下去，你怎麼能什麼時候能化債呢？化得掉啊？這麼一看的話，我們還得受着吧，還要受着。說1000道1萬，說1000道1萬。你可以說平台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對吧？也可以說消費者這樣不行那樣不行，活該，對吧？配得上他的苦難。但是歸根結底還是監管不作為。當然你要說他不作為也不對啊，有的時候監管他也作為，對不對？你比如河南那個到現在還沒有出定論，是吧？河南那個全國各地的拉凍品的貨車，是吧？莫名其妙，對吧？都偏離航向，到了河南某個地方，然後那個執法人員上去，對吧？把那個凍品，這個豬蹄子、雞爪子，全給沒收。沒收這個後來拍賣，你也不能說他不作為，對吧？他也作為，這種作為叫趨利性執法，這更嚇人了。趨利性。最後我說一句實際上就是犧牲消費者和底層勞動者權益為代價，換取商業擴張與經濟效率的治理路徑依賴，就這麼個事。就實際上就是以底層牛馬為代價，換取了高增長，換取了穩中向好。這就是為什麼一邊是那個 GDP 外貿穩中向好 K 型發展，一面是牛馬是越來越覺得累。這就是這個根本原因呢。
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